收睇同遊軌跡嚟曼谷旅遊其中一個重要嘅項目，當然就係品嚐地道嘅美食。今集影片將會介紹一啲以往未介紹過嘅食物。去片之前，麻煩大家幫我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Make sure you subscribe. Just fun. Subscribe, like, comment, everything. My God. 首站嚟到 MSphere 商場嘅 food court， 呢個 food court 選擇多而且有特色，有好多新派嘅泰菜我係未見過嘅。第一間品嚐嘅就係 Lertip Street Food， 遠睇好似一般西餐廳咁樣，但係其實加入咗泰式元素。我自己就叫咗呢一味河蝦紅咖喱意粉，河蝦彈滑新鮮，濃烈嘅咖喱汁再配上芝士香，辣度剛剛好。意粉方面亦都好似橡筋咁彈牙，馬上就要將佢嘅蝦肉撈埋咖喱同埋意粉一齊擺入口腔品嚐，感覺成為我向大家推介呢味 fusion 菜。同時亦光顧咗鄧氏阿摩手作，點咗一味提子冰沙。不過點餐嗰時，個店務員係同我講日文嘅。食完意粉當然未飽，而我喺呢個 food court 發現咗一個檔攤叫做新原味蛋撻。淨係包裝已經相當之有心思 ，presentation 上蛋撻嘅顏色亦夠鮮豔，喺呢個裝潢下邊食非常之有風味。第二日再到 MSphere 嘅 food court， 揀咗一間米芝蓮餐廳，佢個名叫做 Lala， 咁佢亦都有正式規模嘅餐廳嘅。講返食物，我就點咗一道燒牛肉拍太，牛肉係可以叫佢控制嗰個生熟度嘅，我就當然點 blue stick， 有咁生得咁生。鮮嫩嘅牛肉同拍太非常匹配。第一次用燒牛肉去點紅綠辣椒魚露，不過就比較鹹咗啲。不過如果用燒牛肉去點花生碎同埋辣椒粉，呢個配搭就比較合適啦。下一道菜仍然係 Lala 嘅產品黃咖喱軟殼蟹飯。傳統嘅泰菜裏邊，軟殼蟹多數都係獨立一道菜式。今次配上嘅黃咖喱成分裏邊有大量雞蛋，即係一般用嚟做咖喱炒蟹嗰種咖喱。當然軟殼蟹亦都非常之脆口。跟住嚟到朱拉隆功夜市區，而家嘅食肆嘅招牌越嚟越講究形象，我就選擇光顧近年聲名大噪嘅 Lobster City， 裝潢糅合咗泰式同埋西餐廳嘅風格，用咗600紅3隻有鮮明對比嘅顏色。菜式上我點咗蒜蓉炒蟹肉 ，presentation 用咗法式料理風格，蒜香味濃，呢個份量啱啱好。我睇中呢間食肆嘅原因呢，其中一個呢就係佢呢個撈飯嘅辣汁啦，所以今晚我就叫咗龍蝦飯。話明嘅 Lobster City 點都要試下佢嘅龍蝦。大家見到嘅蝦頭同埋蝦尾其實都係 presentation， 因為龍蝦肉已經預先剝出再混合辣汁，所以食客可以啖啖肉咁樣品嚐，唔需要自己剝殼。不過我建議中午已經要嚟呢間食肆，因為到熱晚市已經有唔少菜式已經沽清。繼續係朱拉隆功夜市範圍，食完正餐就要光顧小食攤。呢個檔攤叫做 Iron Squid， 買嘅食物就係火焰燒魷魚，魷魚煙韌有口感，而且呢一道食物應該係全個曼谷美食之旅最辣嘅一道食物嚟啦。帶住興奮嘅心情，再次嚟到 MSphere Food Court 嘅錦福記。年半之前食咗佢嘅魚麵，回味無窮。不過我今次就點咗炸魚皮同埋鱸魚湯飯。錦福記雖然係小店，不過用料絕不馬虎，鮮嫩魚片再配濃烈嘅湯汁，喺30幾度天氣高溫之下，呢個係絕佳選擇。炸魚皮亦都有幾種食法，首先係配甜酸辣醬，跟住到泰式海鮮醬，最後到泡飯嘅湯底。炸魚皮已經4年幾冇食過，嚟到曼谷絕對要把握時機，因為我係唔會返香港嘅。見到呢隻綠色就知道我有光顧雲吞記。同樣因為我係永久離開香港，所以嚟到曼谷就要把握機會品嚐廣東雲吞麵。今次除咗雲吞之外，亦都初次品嚐佢嘅鳳城水餃。要有風味嘅話，當然亦都要配上紅醋。由於今日係假日 ，MSphere 商場亦都舉行一個美食節，有唔少新增嘅美食攤檔，我就睇中咗呢一味香蕉煎餅。過去幾次都係喺夜市室外地方食香蕉煎餅，今次喺商場有冷氣嘅地方食到，當然又要把握機會。場內亦都有其他非常之精緻嘅美食，例如呢一個迷你千層闊麵，仲有泰菜裏邊嘅招牌豬手飯。
跟住將會光顧一間專係主打泰南菜嘅餐廳 Ben Ice。餐廳嘅裝潢既傳統，亦都有書卷味。佢亦都展示咗一啲餐廳過去受傳媒報導嘅剪報。氣氛上面適合朋友聚會，不過如果係約會嘅話就並不合適啦。喺餐牌裏邊，我就首先睇中咗呢一味咖喱蝸牛，亦都配咗 Why Better Leaf， 佢令到濃烈嘅咖喱裏邊散發出薄荷香。同時亦點咗佢嘅招牌菜蟹肉奄列，蓬鬆柔軟嘅蛋身再配結實嘅蟹肉，鮮味十足。再下一站嚟到 Emporium 商場嘅 Gourmet Market。Gourmet Market 其實係一間中高次檔嘅超級市場，其中一個特色就係你可以即場選購海鮮或者各式各樣嘅肉類，再交到呢個叫做 Yuhan Recook 嘅 counter 即時烹調，有不同嘅醬汁同埋配菜俾大家選擇，攞埋加工費嗰張單同埋你場內其他選購嘅 item 一次過嚟超級市場裏邊呢個 cashier 結帳，然後將 receipt 交翻俾 Yuhan Recook 嘅廚師，佢就會幫你開始烹調。超級市場內我亦都選購咗一碗周打魚湯，同樣去剛才嗰個 cashier 結帳就可以啦。製成品出爐，羊扒配闊條麵，仲有法式牛油汁，仲有剛才嘅周打魚湯。另外提一提大家喺場內結帳嘅 item 一定要攞到呢個 pay 嘅 label 先為之完成手續。呢味周打魚湯雖然配料唔多，但係濃郁絲滑，令人回味翻80年代香港餐廳嗰種風味。跟住到羊扒，我自己就叫做 blue stick 嘅，呢個角度望落去夠生而且鮮嫩，更加帶有炭香味。跟住再配埋法式牛油汁，加上天然嘅肉香，入口彈牙嫩滑，肉感十足。跟住試埋闊條麵 Yuhan Recook 呢個地方，佢嗰個闊條麵嗰個硬度，其實佢喺過去嗰10年嚟都係拿捏得相當之精準嘅。再配上少少辣椒水，不論你同魚扒或者牛扒配搭都係相當之理想。跟住到講故事時間，嚟到由潮州移民林氏家族創立嘅林老五，亦都係華人社區嘅代表食肆，同時亦係米芝蓮餐廳之一。創辦人喺呢個林氏家族裏邊排行第5，所以以林老五命名呢間食肆。今日我就點咗鮑魚麵，咁當然鮑魚只係得一隻，另外配有魚蛋、魚片同埋魚餃，再配上彈牙鬆軟嘅麵餅，又係一味幾年未食過嘅食物啦。同場追加彩色湯圓配薑汁，成為一道完美嘅午餐。喺曼谷拍攝以食物做主題嘅影片，又點可以唔嚟唐人街？呢度除咗食肆林立之外，亦都有不同種類嘅攤檔，豐儉由人。今日揀咗謝唐人街，一心嚟食佢嘅魚翅，呢個份量一個人食啱啱好。不過我覺得佢個汁太重胡椒味，但魚翅嘅質素尚算理想。另外再追加咗一道鮮蝦配粉絲，醬汁充分滲入咗粉絲裏邊，不過蝦肉就唔算太新鮮，有待改進。見到呢個畫面，相信各位觀眾都知道我係去咗邊一間食肆，就係曼谷嘅壽司郎。當日係唔使等位嘅，但係其實我係已經等咗4年啦。繼2022年之後，終於第2次食到壽司郎，一次過叫咗8碟，當然要用影片記錄低呢個場景。有2碟我覺得比較有特色嘅，包括呢個烏賊壽司同埋呢個雙鰻壽司。品嚐等咗4年嘅壽司郎，同時欣賞等咗一部40年嘅漫畫，相當之有意思。一個人食呢個份量就差唔多啦。食咗咁多碟都唔需要800蚊，非常之經濟實惠。曼谷嘅壽司郎亦都準備咗唔少紀念品，不過紀念品全部都係以積分換購，並非發售嘅，所以我都只能夠用影片拍低佢哋。終於食到壽司郎，對於一個住喺倫敦嘅人嚟講係非常之難得嘅。回想翻第一次食佢就係2022年杜拜世界博覽會日本館嘅隔離。不過咧 anyway 我而家咧就唔鼓勵啲人咧再去杜拜旅行嘅。跟住又揾到特別嘅菜式，西班牙薄切 Iberico 嘅船麵，不過我就配咗米粉。油脂細膩嘅薄切豬肉，充分掛上船麵湯底，係一個完美嘅交融。最後一餐喺 MRT 地鐵站買咗一個飯盒去機場食，準備上機返倫敦，質素仍然係充滿驚喜。
曼谷美食之旅嚟到最後一站市區買飯盒入嚟機場食。曼谷呢個地方嘅美食呢，每次都有驚喜俾大家啊！好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旅遊資訊。